影片呢？哦，影片不要这样子啊，影片自然，自然就好。自然。哎，阿妈西莫，你最近呢？你那个气喘呢？你怎么没有跟我拿药？好多了，因为你有用那个。就是有那个东西我跟你说。好啊，你要拿药，就是跟我讲哦。对。对啊。最近会喘的很多吧？很多。所以妈西莫，你有人这样那我这个气喘已经没有问题。都很多。没问题啊。另外的东西也来了。真的吗？没用吗？药没有用吗？没有。哦，真的好。你看一军有没有那个时间看环少丹没用？你是要吃？他说环少丹是要吃白头发的吗？没有，你是要那个就是环少丹啊，右归丸系列啊。哎呀，哦，是要吃身体好的是不是？对啊，对，你看他，他说这样身体好吧哈？对。啊，你有没有秘方？有啊，一军有很多秘方，他的花样很多。有啊，要加龟鹿仙胶吗？川牛漆。川牛漆有。对呀，川牛漆。加川牛漆和桂枝啊。真的吗？对。好，他教我了。然后哈，哎呀，还戴身上，你戴身上干嘛？那个东西的。这个很好用。哪一个很好用？他说一个2跟3的。那个阴阳货跟杜仲对不对？对，好用啊。对啊，这2个是最有用，其他的不用。你怎么知道这2个最有用？我研究了。你研究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那全部都可以放那个。这个阴阳货加8级天8级天，8级天超有效。对。啊，还有他有叫我加一个叫8级天，我等下我下次这2个这个就放1，我这边放3哦。哈，然后8级天也放3，那么多啊？他说要3啊，我不知道啊。3，他3，他自己说是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的，8级天吐司节。我如果8级天吐，其实他一定很开心。我把全部的都加进去。一个东西叫做玛卡。没有那么多会玛卡，你这么多玛卡有用啊，没有吗？你那8级天玛卡不是中药啊，那么多会流鼻血。对呀，他说你吃那么多会流鼻血哦。对，这个没关系。流鼻血，只要有那个用。你也太好笑了。那个黄柏要加一点点。它会容易口干吗？没有。不会口干的。没有。那黄柏一点点就好。黄柏一点点。一点点就好。好，我会跟义军研究，2个医生帮忙你。是的。 2个医生，是这个东西要慢慢处理。慢慢处理。2个蒙古大夫帮忙。谢谢。然后我处理就好。我们这样漂亮吗？对，就很漂亮啊。漂亮好。你摘的漂亮，再摘一点，你摘多一点。就是比较大的，你先把它摘起来。我玛莎拉蒂通。黄先生你好。来帮我们拔一下。蒸好啊，这我已经蒸好啊，你摕一寡回去食哦。摕一寡回去食啦。倒食，还是你要家己摕？这我蒸好啊呢，这我拢已经听。
这里这拢有你家我就讲安尼就有通食。有啊，我摕到家，大家到家。我的先生本来无要种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讲这拢即摆老的吼，嘿，心不由主啦。是。你要连重启蛋的啊，谢谢。然后剪好之后就可以用这个。那我们这样子有看到吗？有帮忙吃啊。对呀，这个帮忙吃就是大的。你反正它这里呀、我觉得你要回去如果还太老，你就再给它洗洗，不然的话你就其实就剪多一点的话就可以直接吃了。你剪到这边来嘛，你上面这个就不怕会太老。对对对，你从这里，我这个其实这样子弄下来，它弄的。你要感觉到那个手这样子，如果说它这样就脆脆。啊，如果你回家你还是觉得太老的话，你就是吸着的，就可以。好。哎，我们可以 take 你吗？老师在说，你们都有听到吗？有，我们可以 take 你吗？我们可以 take 你吗？可以 take 你吗？可以啊，对，只要不是做坏事的都可以，没有关系。然后你朋友就说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贤惠，还会在菜园里面拔菜。多待一些。你那个哎，你把它用整齐好不好？你用整齐，你这样回去你才不会，你才不整齐才不会烂。你就是头跟着头这样，是对着嘛，对，头对着头这样子，对着这样。他们都有那个整齐强迫症。不是这样子，你比较好。你回去的时候要煮啊，要干嘛？你比较方便。了解。你较袂叫你用暖去。了解。就因为它这个其实是疏疏落落的啦，你就像我这样子吧，这样子，只是对呀，对。金慧说要越南菜吧。这个 A 菜啊，种的有点密，所以拔起来的时候都会有点受伤，所以你就先煮这个，不然你这个应该不太能放，因为现在拔起来大概都有点。一菜要吃很快就吃完了，对，很快啊，就对，吃完了就先吃拔，吃完了就过来这里拔，你自己来拔哈，这样来拔就拔。你回家吃，我有去啊，我有去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改天，因为小杨他送我一罐意大利的那个什么蛙哥，意大利的小苹果去腌制的那个酒，所以你到时候我们就再找一点来。没有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不是那个小洋葱？小苹果好小苹果，大概跟拇指大一样。久就对，可以多久。我要去那边整理啊。太密了。对啊，这个太密了。这个我要再拔一些下来吗？对，可以多久。可是那个灰那种有没有？灰的那种啊，基本上都是因为它是碱性的嘛，它基本上都是比较杀菌这样。第一次分。对啊，因为我看你们有时候也会用，对，可以多久。哎呦，你这样子够不够啊？一卷？一卷你有搞？这个2-3天够啊。可是你要回去你要自己弄了嘿。你这个因为它这个太软了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你把土弄掉，我只能尽量可以，我自己弄没问题。自己在家里面贤惠一下。哎呦，蔬菜我都是自己煮了，所以我弄那些东西我没问题。
假装不经意的哦，好，不要落踩。那就这样啊，对啊，不错不错，对对对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回去你就会很好亲了。对呀，漂亮，好，这个我要带回去。带，你也可以看你我的那袋。好了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拜拜。多下，拜拜。超。我是这样子啦，因为我感觉伊这啊，我感觉伊这太嫩，我怕它。是连根这样拔会断掉，对不对？我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你这样拿在这里，它这里就有点会受伤，所以我就都会用这个刮土刀稍微帮它拔这样子。就是帮它刮到下面去，然后再拿起来。哦，这样子拿起来。对，然后这样子甩一甩，我觉得比较。不然呢，你这样一抓有没有？你一抓它这里就受伤了。哦，这太嫩了。对呀，我本来是想说是不是，可是我觉得是太密，它大概也不会再长，也不会再大了。但是这个应该还蛮好吃的啦。对，应该很嫩，很好吃啊。就是比较处理的时候比较难。OK， 来示范一下吧，来拔一下。麻西梦示范。不要啦，就他才是真正的农夫。不会啊，我们都不是。哎，同学，你给敲在地上，它比较这样敲，有没有？敲在地上。对，它这样子敲比较土，比较可以。嘿，晒，他就是不想弄脏手这样子而已。做农夫的正常，手一定是要脏的。用手，对了，用手比较好拔。你看我们那个之前铺地毯啊，弄得多。哦，你铺这地毯就辛苦了。其实不会耶，我啊，以后啊，如果还要再种的话，我就是会铺地毯，然后我也会铺草穴。草穴。对。你说那个。就是我的，没有，就是我的这个是溪沟嘛，走路这是溪沟，然后这是溪坪嘛，溪坪我就全部去那个什么，人家那公园，他们公园不是1个月他们就会去除草。对，然后他那个草穴啊，他们其实就都烧掉嘛。哦。砍下来的，对，然后那个铺上去啊，那个杂草根本都不会长哦，不然现在每个礼拜都在这边除草，真是烦死了。不然就是像那个拿那个稻了，稻。对啊，问题是你稻你也无常你有稻，可是你那个什么，你那个公园啊，他们每个月就是，而且台中那么多公园。不老去我了一个瑜伽女士吧。人讲什么？明年要过回来。啊，即马是迄个查某，请迄个查人啊，要关门讲话，有叫有嘢去来接。谢谢。